继续来看这个12月18公投，蓝绿是连续来出招。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来下令，因为执政党伫个公投无行政中立，所以国民党籍的调集委员拒绝来审明年度的预算。这是互民进党的立委拢生气。不过国民党的内部原来有矛盾，讲新北市长侯友宜对这个核实的公投一直无来表态，互提出着决案的带头黄树修真不满。侯友宜早起来回应，伊讲伊是徛伫个民众的角度咧思考，11年来的坚持拢毋捌改变过。伊讲有能力来处理掉核废料的中央政府，一直拢无愿意去面对甲解决，这才是问题源头。那即刻起拒审预算，所以我宣布休息。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议算审到一半，国民党籍调委陈雪先抗议民进党处理公投行政无中立，宣布拒审预算。另外一边，更有教育文化委员会国民党籍调委李德维嘛有行动。今天审查，稍微让我们本委员会是隶属于国民党党团底下吗？有点奇怪。稍微我们表达一下啦，我们很希望继续审。在场的民进党立委虽表达抗议，不过国民党家己内部敢若嘛出现问题。新北市长侯友宜一直无愿意对核四公投做出表态，外团和中企核四公投领导人黄树修真不满。伫那群组点名，这场公投新北市是上大的破空，新北市长侯友宜会互专线出问题。走过这11年，我永远坚持我一个态度。这个态度最重要站在人民的健康、国家的安全、产业的发展来谈能源。侯友宜参加新北市中医生工会送卵活动，正面回应黄树修，毛质疑侯友宜无愿意表态，就是烦恼公投结果会对明年连任或者是2024总统选举造成影响。有能力去面对核废料处理的中央，迟迟都不愿意去面对解决，这才是问题所在。侯友宜搁甲核四的难题等候中央，到底对公投的态度是安怎？恐惊要死的一直红问。